幸福好趣味，随意好料理。哇，张明哥，哦，哎，我感觉我今晚生活介幸福。我嘛足幸福一个人吼，咧煮的时阵哦，嘛足侪人去。尤其讲娶到好某，咱的幸福吼，有一半以上吼，是，毋是咱家拍拼，不是咱家己拢是靠咱厝内有即个足够一个足强不，一个足贤惠的牵手。家庭顾了真好，将咱顾了足好的。对。啊，无咱干那出去拍拼，啊嘛是顾一个人尔，哪有啥物路用？你若后壁若无一个这贤惠的太太哦，你搁较熬的十个人哦，事业搁较成功过。是，嘛是失败。是啊，你讲嘛？讲啊，两个有要扣的，注意啊！我想我爱拿出来。唔是哦，哎呦，咱唔是来开讲的哦。我在看半点钟啊，顶也未加速度也未开，还未烧。哎呀，咱拿出。而咱讲这是真正，因为你个想来，你一个咱派10个人，你讲一般人想啊，10个人负责外口，10个人负责内底，其实无啦，即摆厉害女性，女迄个嘛是工课事业发展嘛做了介好。足多啊嘛，足多啊。啊，尤其是咱就拢爱互相配合啦，啊，互相配合啊，对。哦对了。来，钟明哥，你卡一两无？好不？卡一两无？啊，嘛是去3粒两哈。3粒两。来，我先倒油哈。有影啦，咱若有娶某的吼，真正对太太吼，真正爱较疼惜的，而且足辛苦的，冒着性命危险替人传宗接代。有影日子会较好过。来。来弄个来哈。哦，好来，不要紧，跳起，哦，你看，哦，两卡，哎，来，不要，你个倒的，卖倒了，对，哎，哦，好，来，为什么要掺卵呢？我等下跟你讲者，因为咱菜龟吼，是啊，先煮菜龟，菜龟吼掺，那我咧煮，我是讲我是爱掺姜。哦，菜龟甲姜哦，特别下味。啊，有的人有的人是爱菜龟甲蒜头，但是嘛是有，但是那以我的习惯吼，我较无爱掺蒜，我爱掺姜，因为菜龟吼，伊算较清香的物件。啊，咱姜嘛较清香的物件。啊，你迄个蒜头甲葱啊吼，就较野香。哦，是，但我感觉小可会较会食味过。食的物件是安尼，在人食的习惯啦。好嘞，咱这先个卵吼，先个炒者，因为吼，敢若甲煎到好，煎到足熟的。爱煎啊熟，爱煎啊熟。哦，爱烧到有迄卵芳出来。我会搁另外加这卵吼，除了讲可以色水较好看，啊，搁来食较有物件，啊，搁来另外有一足重点的吼，伊这卵的作用足大哦。即摆人食健康嘛，所以这卵吼，伫这路汤内底吼，伊算足重要，搁烧哦。咧带味的感觉，就敢若味素，味素的哦，对。啊，而且搁加一个芳开出来啦。对。迄两个芳开拢到香诶。你看咱一鸡卵糕啦，卵羹啦，哦，我加迄两个足香诶。卵是足好用的一个迄个。哦，会当蛋白质吼。迄有的人早起来吼，啊，就卵煎的。哦。安尼嘛是，你就一个早顿。伊的卵白质吼，咱是人体一定爱需要。像我咧做兵，我是迄个厨房兵嘛。哦。所以我会知讲迄阵，因为迄个关键的规定，一个阿兵哥，一工上少爱一粒卵。对，所以像我伫迄个灶骹咧做嘛，伫厨房嘛，厨房吼，一工吼，敢若透早啦，因为一般人拢用透早，男是煎2包啦，啊无就是煮迄个卤卵啦，啊无就是迄个水煮蛋啦，水煮蛋对。而且咱这吼，就叫翕者，里面等下要掺面线吼，所以吼，迄水要加一丝啊，无迄面线就会输水啊。面线我若讲到面线吼，讲到菜龟吼，你叫咱以前吼，咱妈妈拢会，以前阮庄卡所在吼，菜龟拢家煎。对。
整伫水沟啊，原顶有搭一边啊。哎啦，讲到这应该庄明哥你做内行的啊。无，以前吼，恁拢家己种，阮拢食隔壁。啊，嘛对隔壁有种啊。隔壁吼，介好，那是大村吼，拢咪讲吼啊，无来办一个。哦，对了对，啊无伊嘛食袂起啦。哎，安尼啊，来，真卡就是安尼吼。咱这个卵吼，这个先那个差不多滚，伊个味较走会出来。嘿，啊，咱即摆菜瓜掺这卵吼，安尼互伊滚者，啊滚吼，等这个菜瓜吼，互软去，是软去熟来吼，咱即个来起面线。哦，会加介甜。啊，我因为我咧煮菜瓜，有时阵我拢会甲小可煎一下。哦，菜瓜啊，会使，咱拄则下头我无讲真足久，但是有啊，这嘛小可。有啊，小可吼，有熟安尼。嘿，这嘛小可有煎着。对。啊，咱即摆就起了互滚，等于这卵吼，迄味互滚出来。啊，菜瓜互软去，咱才个来掺面线。是。哎，来你看，庄明哥，你看滚了吼，这菜瓜已经软了熟了吼。你看这汤无？这卵的迄个。贵拢合作伙了吼，迄味拢安尼，咱来继续合作伙。啊，这个时阵咱会当来掺面线。我拄则人袂掺咸酱哦，你唔通先掺咸酱试试，试多好，再个来掺面线。迄规面汤会伤咸。一般咱咧做面线吼，拢会掺盐，拢掺一寡会咸的。对，所以咱唔忙赶紧掺咸酱，咱先哦。我的习惯是安尼，吼，安尼较袂黏做，较袂黏几个，吼，安尼好烧它吼。啊，伊是用圆的，然后较开开。对。哦，啊，这面线足紧的哦，伊这足油嘛，你是足紧的，它差不多软吼。随便煮伤久。唔，那差不多伊若安尼散开了吼，就差不多爱金火咯，无因咱大鼎吼，你互规个互浸掉。啊，因若水去哩，你无水食吼，等下迄面线烂糊糊，会袂 Q。是，好来，庄明哥，倒试一下咸酱来。好，其实呢，好，用加就知影。嘿，用加就知。哦，这种的面线袂啥咸。对，菜瓜香味拢走出来。佫有一个软的味。啊，佫掺一寡。啊，因咱个汤用多啦吼。嘿。甘愿豆啊加。嘿，你问一个三星最伤咸。佫试一下哦。所以我为什么做囡仔，我就足爱做中埔菜。咱拄则讲咯，迄个囡仔无啥物通去食嘛。啊，你若做中埔菜吼，就当直直食。人客也袂食，咱先食。先食。哦，有啊，有咸味嘛出来，啊甜嘛走出来。啊，咱最后吼，掺一丝丝啊，胡椒啊，佮刷香油。哦，好来。啊，掺刷胡椒粉吼，然后伊迄味会佫愈香。点一丝丝香油，哇！安尼，这点嘛是会用这道菜嘛是一点解决。这个一定爱趁烧食，啊袂吼，迄面线等下落糊糊。可以咯。可以嘿，爱趁烧食的菜瓜面线汤。